哦哟，从前的了，东方威尼斯长头，现在范丽丽选的正宗威尼斯来上手的。他在说 ，Hello，你海头刚到了为啥的？你是黑颜色的？是那样颜色的。不现在还找四妹去噶？我想着这头皮里包草帽子位呀，走不里去的。你到早上个辰光，水再深一点不久，是一句老老年，来了呀一身杀脱。真的，离你不久啊，来了这米包着耶。为了对我写嘞，你看你来想完都把阿缺死，搿手没有啥个称头呢？那个木桩当了淤泥里向，上头呢铺沙头，沙头上头再砌砖头。所以威尼斯呢有个说法的，下头是森林，上头是沙头。趁现在分生态在枪洞里，到现在分是叫镇着，叫枪西枪。11500年个城市。这个一道数来，2003年的辰光，世界各国的专家开始一个会，是如何拯救威尼斯。来旅游呀！你们那也相对的，什么个人有那个没水？你让吃烂这个，打个继续再搞，那种地方们应该幽静的。哦哟，真的，你应该去唱歌剧的，不应该找手拉的。威尼斯有401个蛋，177点厚，118顶尖，那个才是人类为之文明创造个奇迹。大不就个爱斯基摩人有的一品圣马克大教堂，威尼斯除了江都朗以外的三房教堂下头还有500万个木桩。哎哟，今朝像啥分落雨啊？地上那还塌地个家，威尼斯华人的结构，接得海水一张伞。警察叔叔上班的辰光，头皮眼睛了水里向。今朝是天个这还讲意思。海这个城市哪还说神谁神呢？违反自然规律做个事体，再也不能颜色看。人类想到天亮要对，米气也没不来。像是个姐夫，5块呀你哎呦臭他！说实在话，我是不想不看。想爱了，退休工资3天4，侪是肋旁骨浪的肉，前头只有个蓝衣枪，每日天早上5点多钟起来好香烟，皮肤没擦黑，牙齿拉黄，现在去跑海滩，跟团员参观佛罗伦萨，意大利文艺复兴的发源地。真搞一个头里向，真正晓得那个是啥个地方的人，除了团员大概只有我。意大利的大街上，搭苏州高点园林差不多，不欢喜的人插上水水还出来着。譬如像前头弄3个朋友，欢喜的人会得待在了里向，难以自拔。9国基本上每天一个国家，我们是敢死队。你不要笑。走在前面的是我们的讲解员，肤白貌美大长腿，谁知道还回过头来看。佛罗伦萨700年的历史，全程步行。我觉得我们苏州也应该这样，古城区。所以说到意大利来就是看个旧。